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王旭荣老师的第二本册，咱来读读。咱来读读总啊共有80篇的文章，我是甲当做教育部7月26有一个认证考试，所以我就甲当做袂输哪里咧准备考试相款。尤其王旭老师写的文章是含这个考试不了网站的，所以自2023年12月开始吧，就拢差不多伫咧考试的进行一个日，伫读这个朗读过文章，完势另一啦，可能嘛过来甲迄个建议用字小读一下。好，我就讲多项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也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才读歌册。我淡薄仔时间，我来甲一寡连结分享一下。当然，你伫咧 YouTube 顶悬应该使找到真侪资料啦。这个啥？王秀老师一本册，我咱嘛会使找到。伫迄个啥？网络顶悬嘛会使找到真侪资料啊。我要打这个连结是。这本册算是啥？网络顶也才找到，所以，伊敢若嘛有电子册，所以你若有伫台湾即搭遮有迄个啥图书馆，像是，就是你有身份，你会使去借看卖啊，有电子册，所以我无确定你有无，打一寡迄个教育部的。字书店，前几工仔袂用日，敢若迄工，我会感觉拜三当时款嘛，拜三下早较袂用，一直到拜五过豆无偌久才用好的款，敢若是安尼。啊，当然，目前教育部的字书店，伊即马伊收的字数偏好，敢若是偏到2万8许，我袂记起来。即届4月22，敢若佫增加100字，120个建议用字，所以即马应该是第5批啊，所以应该是1650个款，我若无记错。当然，台语人讲话毋是干那遮字数就够啦，总是伫教育部伊做会到范围内，可能就尽量去做吧。当然，认真讲是佫。不了济是无收入来，毋过怎讲？遮个资料、遮个语料是拢豆去敲吹增加，然后经过我毋知因有几个什么讲的、什么专家学者啥我毋知啦吼，总是就是会使迄个啥去网学习啊哩。我老师咧讲，你若有拍算要教。教育部认证考试考到 C2， 讲是爱读过3届，加教育部的即个字书店的资料读过3届，讲是差不多3年前讲差不多3个月使读一届啦，毋过这3年来敢若资料增加袂少咧。当然对大部分的人来讲，考试毋是一个真重的代志啦，所以你家己拍算吧。因为网络顶悬的资料算开放啦，你有才调，你就去看利用。大概也无人我就甲你讲。总是台语这个语言，最近看一本册，台语现象，敢若是咧宣布台语的死亡了哩，这嘛毋知哩，所以做会到就尽量做安尼啦。所以我来讲，对我来讲，大项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歌册。9点进前呢，9点进前，随我就继续来读这本《开花结子》。好，《开花结子》读来读去要读，我拍算有一本可能想要来读。单位的乡事簿记，罔听。好，
志愿你着讲听，因为即本册敢若嘛无电子册，敢若有纸本册尔。过无偌久，有祭主请3个乌道的兄弟来家己找松原讨笑。伫老母美子的面头前，恐吓松原甲何林讲：即个月你内底爱还钱，若无就要来夺松原的砖头啊！老母甲何林揪伫松原的尻川后，骹手肉力力踹，强要变礼狗，连尿嘛塞伫裤底。食暗顿的时阵，面仔的老母问松原讲：是汇款还是借钱？是食品工厂的汇款，嘛有揽一寡我家累的机票，家累钱的机票。钱银总计有偌济？斗斗咧嘛有500万。哈！李子面色青顺顺讲：你就是拢莫叮当，死坐换食20担，嘛免开遐济钱，敢毋是咧？阿母松原结一个真高不将的面相讲：人熬毋值得天来做对头啦。风台火烧厝，甲玉兰的意外，也毋是我幸的，敢会使怪我？我无怪你。老母掠松原紧上，佮讲：总是一个日连米随到，有较好的价值无？无说是干那麻钱尔。松原虽接话讲，甲亲情女做回头拢袂付气啊！啊无咧，剩一个绝头部，就是甲厝摕去设定贷款，是资金。打遐连厝卡都找无啊！免哪有法度咧？你的意思是家己即间路？嘿啊！李子目头拍干，丢一群仔久才回话讲：咱母仔囝共存共条命，好歹我拢早袂转去，做你摕去大师遐设定贷款。松原痛甲目屎，强要连落来，讲：多谢阿母，多谢阿母。认真讲，松原早就看出啦，因老母是一个奴性，是一个奴性，甲出在囝儿时势吞大的查某人，决定的稳。有即款的老母，着迄个软土深骨的硬死囡仔，真正迄个花生迄个籽，迄个切结迄个米。2礼拜后，何林碰一塔思虑转来，敲电话甲松原讲：才会当借400万，还差100呢，歹安尼。大主讲银行是照旧厝的行情，550万退2挂，拄好440，搁念一时啊，算400焦头，算400济头，连我嘛听甲回高高，搁问我安尼袂无？但无米搁拄着轮月，靠毋伫的道理啊！差100万。我会甲因迄阵罗麻狗沙，搁红半档，安尼我着吩咐大师紧落去办。贷款未拨落来进前，何林的小弟敲电话来讲，姊夫伫五堵车头边啊，有饲一个真有气的伙计，定烧去因兜过暝。我嫌着真侪解，伫遐行出行入。你家己爱较犀利咧，毋通去互伊变去。认真讲，即件代志早就捌有人来透风过。何林有想讲，松原伫做生意，是一个有青春肉体的查甫囝，加减会去啉酒陪对，肉分味，一半摆仔也讲会过手。毋过，即届是伊家己的小弟，讲甲有脚有只，阁毋是干那看到一届尔。即声伊就要信啊，随甲面热落来。
拼转去找双元师爷，有讲要甲伊离的。正奇的代志是，当地烽火头的何林，专心讲，要紧甲一颗笨手查甫人拆互你，分互清，上好莫阁有交叉。煞拢无摕到半仙钱，就招伊去互即客办理言。嘛掠准家己当着高赛运，欢喜到地，招两个朋友做免钱的干净，同齐去互即客遐办理言。真正是喊甲死无人通比，真正是世间事当中啊，毋是咱一般的人我都理解了解的这。好，伊拄啊迄个啥，47章，开会个即个47章读煞，啊时间嘛够嘛，当然超过一组啊。等来读咱的王尚老师一本，咱来读读。啊，所以你若有一本册啦，吼，伊线顶嘛借会着啦，会使当参考哩。好，伊若准讲拄有一寡字数，可能会去找迄个啥。教育部的字书店，教育部字书店歹3工，会歹2、3工，拜3、拜4、拜5，敢若歹头尾3工歹去袂用。来，65篇，摇囡仔歌。细汉暗要困，阿母拢会唱歌互阮听，唱别人写的无稀罕，伊是家己斗句，斗伊的教时，斗伊的爱，逐摆开唱拢是即4句：心肝硬，目睭渴，困醒我带你去读册，去读册趣味济，同学若像兄弟姊妹，好节节听小妹，乖小妹爱节节，心肝硬，目睭渴，恁拢是我的宝贝。会准入来啊！我等下才开始读的，所以你若有兴趣，我搁读一段呢，才互你对，你才读后壁啊。我也是差不多，因为这篇拄啊2页。我有记来，我白记甲你讲啊，我惊你看袂着我影。嘿，真正无看着，来，准直敢有看到伊的影？我有看到准直尔，我敢看到准直。我都有看，敢若马文无看尔。毋知啥物原因这，我只是一个使用者。好，来，我搁读一段了后，才换准直读过，然后才换3年。吼，听到第一句，阮就知影爱乖乖啊困咯。伊的歌若像甲阮注意风车，学校有啥物代志，伊拢未卜先知，用歌声教阮安怎面对。我读幼稚园的第一天，当伊轻声讲下晡5点来接你，我目屎就顶落来。伊随甲我揽条咧唱即块歌安慰我，叫我毋免惊。有影，读册像伊讲的诚趣味，有足侪同学甲我耍，真感谢阿母遮巧，用摇囡仔歌互阮有意外。好，准定换你。第几段？请问是第几段307页的上尾段我未读，我敢若读到用摇囡仔歌互阮有意外。好，伊的歌无写落来，真无彩。伊笑讲第一段学袂变，哩哩啰啰，你搁斗菜刀。有当时啊，搁唱甲拄久，袂记得了啊。第2段咧，伊讲姊妹啊，相爱才袂冤家。伊无想要做公亲，互阮无公平。较厚的是，阿母会学落阮小疼痛的事实，表示伊有看到阮的表现，阮感觉足幸福的。其实伊嘛毋是乌白豆的哦，乌白豆哦，
是看阮的需要，有一条是咧讲我读小学的头一工，敢要搁读？看你搁读一段，我甲这两段读了好啊。好啊。好，这两衫穿新衫4、5、6，册爱读7、8、9，用头脑算到10，喙爱合。好，感谢。再来，Sunny换你读这3段。好，等下我这背袂起，我用这来背。这就是伊讲穿新衫是新点点的开始，爱穿好水水，互人喜意。册爱读上重要，爱阮学好模样，用头脑上八句，喙爱合。一减2个训练佳音，嘛望阮爱喙合合，专心听课，毋通教话。到呾阮姊妹上课拢足专心，真实，还着真实爱感谢阿母用歌声来调阮的心性。科学研究讲，共一项代志，若做21摆，就会惯势。阿母的歌一暝唱10几摆，2工就20外摆啊。拄着重要的会，唱规礼拜拄着重要的唱规礼拜，算算咧就超过150摆啊，无怪。阮姊妹会遮爱读册，遮相爱，嘛毋知当时开始要困，就无搁听伊编的歌。当大人的国中生是无可能愿意搁听摇囡仔歌。有几若摆，我会常常想起阿母为阮姊妹唱的歌。虽然调甲词简单甲有淡薄仔爽，毋过阿母简单的爱是阮永远的靠山。好，感谢啊。秀子老师，秀子嘛知啊，嘿，也是无看了3年以后，我嘛毋知啥物原因。等到迄个秀子老师准定有来安尼有看到。好，毋知咱台顶的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秀子老师今年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的无？说嘛会讲啥？就是讲，尽我敢若看到台顶准定甲秀子老师，我无看到3年伫台顶。啊，秀子老师今年敢若有啥物甲大家分享？我毋知你个会记无？若有随时分享的吼，安心自在。咱即摆是看咯。阮读到65篇啊，拄则读65篇读完啊哩。65。嘿，阮读65篇。65，佮即摆要读66，66是邦桥查某孙英桥吼。对，可能然后半点钟读一篇啦，研究一篇，也是讨论一篇而已啦。恁即篇讨论过啊了？打读完了呀，打读完了。这你先讲啊，这是迄康源嘛，对，拢会讲到这。啊，真诶吼。康源老师啊。对，我知影去。彰化地区，对啊。所以上面就是因阿母啊编这个歌，就是要算数字，啊，搁练加字嘛，对无？伊个押韵，然后10是合喙音嘛，啊，所以一个状况就是阿弟阿嬷讲，台语那着学，对啦，阿弟阿嬷是台语毋免学啦，因为迄个环境就是大家拢讲台语啊，那着特别学台语免啦。啊，毋过我嘛是尾仔才知觉着讲，若准讲咱还袂读册进前拢是讲台语听台语，进入学校了，搁用台语继续学这知识，安尼咱的能力一定是现主时即种中文能力甲英语能力相差的嘛。啊，毋过咱即嘛毋是啊，就是尤其是1990年进前的人。
1990年进前就出世的人，就是入去学校进前，甲入去学校以后使用的语言是无共款的，迄拢变成是为零开始啊，对无？人迄别所在的日本、英国，人因都是伫学校嘛，伫学校进前，进入学校进前就用伊的语言已经生活几多年啊，然后进入学校了，佮就迄个基础，佮甲抹教起哩，佮甲读起哩，人就赢咱2-3步去啊。但毋过咱毋是啊，当然，现主时的台湾人嘛是足拼势，啊，只是台语即个语言对台湾人来讲，正是含即块土地有连结嘛。当然嘛是嘛有人淡仔咧靠北讲啥物，即个台语嘛是3-400年才来嘛，啊，搁较久以前是原住民语言嘛，伊淡仔咧靠北 OK 啦，即个理由会使成立啊。只是讲台语即个语言是自然形成的嘛。讲自然嘛无偌自然，就是大家嘛是互相斗散嘛，对无？迄个因讲的汉人甲原住民请拼嘛，然后就是讲客话甲讲泉州、漳州的话合成的请拼嘛，啊，然后再个迄个啥江泉海盗嘛，所以当然为了利益的时阵，场啊代志嘛会使吵甲飞上天嘛，这本来就是一个。先顾家己的立场嘛，啊，只是到现主时，就敢若最近你看台语现状这本册，就是有淡仔稀微啦。啊，黄秀老师咧讲伊细汉的时阵，因阿母啊编这歌互伊听，自然而然伊就学会晓嘛。只是伊嘛是相款啊，进入学校体制，就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去学，重新学所有的知识啊嘛。啊，我毋知有偌侪人讲。伫学校的时阵，伊会使去联想去读册进前所知捌的代志。我是强在无知调啊，因为读册进前才几岁，你5-6岁啊，你会使听到偌侪代志，少吧？啊，当然，伫阮的时代是伫学校用中文中语啦，啊，离开学校就共款用阮的台语过生活嘛。只是无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其实学袂济啦，坦白讲学袂济，只是。只是讲有一个好处是，迄个音会留伫头壳内底啦，对无？各位朋友，大家的朋友就共款嘛。你自虽然说听到迄个音，就伫你头壳内底嘛，只是你无一定有机会甲伊定出来尔嘛。啊，当然尾啊透过学习，你对，细汉时听啥咧讲，听啥咧讲啊哩，还是讲偌久，还是安怎？因为对付一天无小心跋倒去车碰着，失去记忆。啊，若无你头壳内底物件，原则上袂无去嘛。哎呀，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等，我先讲一个题话。好。迄个马尾甲准着啊嘛，直接个送伊，会较有怎么讲？迄个我有真刚读册个念着讲，我讲我才想着阮中华，因为阮河美我落讲，看着真欢喜，看着真艰苦，因就甲我讲。你的调哪变第9条？我捌听到过啊，有人会即种看调啊，对啊，我捌听到过。我想讲，我这是无调。全老写出来。啊，无普通，我若是有迄个咱咧台语变调，我就感觉是讲，第8条看调，还是看调，还是感觉咧，但是到尾我是看调才变第9条。我真正细汉有啊，我嘛听阮。是啊，我捌听到过对啊，所以这第9条成立袂对啊？成立的啊，伊就是一个我所知是一个，我袂记啥物所在啦。当然我捌伫台中读册，啊伫台中读册的时阵，阮原来嘛有，比如阮有中华因是对大川，啊我捌去鹿港，啊我嘛有同学是敢若秀水我袂记着，我袂记因迄个所在啥物所在，啊然后。伫台中读册就是南来北往的人会集合伫遐嘛，所以腔口就会南参嘛。啊，所以看到即个音，我确实捌听到过啊。啊，当然啊，照目前教育部的就是调，即字是第8条。啊，看到啥，还是看到安怎？迄就是你看后壁安怎斗嘛。进前伫读别的所在时阵，去读起就讲，到底是修辞还是褒义嘛？看到物件对无？看到物件是做修辞嘛，
对无？就是一般会变调嘛，看到物件，啊，若做褒语，看到水水啊，看到看到物件，甲看到物件，甲看到水水嘛，对啊，只是讲看到迄个调就是变第八调嘛，啊，看就是变天堂嘛，啊，毋过有当中迄个第八调，若个像对遮秀老师所讲，迄个变看到水水，吼啊，心肝歹歹，类似安尼嘛。即马就是咧讲迄个后壁除了第九条，你嘛有听过以外，即马就是过来就是后壁若是另外一个动作，安尼伊就是无连音变调，应该是切断。伊迄原来是讲乾隆皇帝看到真生气，啊若伊看到有切断就真生气，啊你若讲看到真生气，啊你迄个就爱变调，啊通常是后壁是连的，才就爱变调，啊你若是讲伊看到啊才真生气，安就变调。就是两种，以即5字来讲啦吼，看到真生气，即5字来讲，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讲拄则记个咧，乾隆皇帝看到真生气，就是看起来真生气嘛，吼，啊，就是讲看到真生气，伊看到啊，看到啥？看到互伊生气的物件，互伊生气的代志，看到真生气，吼，啊，就是看到真生气，所以即个侦查是啥？我现迄个应该是讲后壁若不另一个动作，啊若是无。当然，迄个动作就是正做伊的褒语，也是，若是动作应该是褒语啦。伊遮有两三句啦吼，一个讲即马嘉庆君啦吼，即马嘉庆听到对喙音，这应该是爱连做伙听到对喙音。这应该是听到对喙音啦，伊听到了才音嘛，对无？啊，当然你嘿啊，听到才对喙音啊，你无听到你要应啥？就讲伊听到一句话，可能听到啥物人讲啥，啊伊是听到了头壳随转势，一转势就随话出来嘛，所以是听到对喙音啦。我的理解是安尼。遐爱先切断，你才有迄个对喙音。对，伊就等于是清华教授讲的迄个变调变解啦，听到对喙音。啊，即摆佫有一个，即摆嘉庆听到，佫一个，迄听到毋出字，袂出性字。安尼应该是听到毋出。哎嘛是听到毋出字啊。安尼就两个就迄落啊。安尼即嘛是拢。即两个共款的啊，因为你后壁迄是一个动作嘛，一个是对遮讲的迄个啥物对喙音嘛，啊一个是毋出字嘛，就讲伊听到是头一个动作，啊伊判断了后就是对喙的应讲安怎，啊另外就是判断讲嘿。安尼即两个就是后壁拢有动作，所以要切断听到。对啊。还有一个啦，这是嘉庆听到笑眯眯。哦对，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念的。对，若是笑眯眯，就是听到了就笑眯眯啊。啊，即个所在会使听到笑眯眯，啊嘛会使听到笑眯，听。应该是连做伙，这个调爱变调，第八调爱变。第八条，第八条变第四条嘛是听到呢。听到笑眯眯啊，听到笑眯眯，因为笑眯眯是即个听的人伊的动作嘛。是啊。诚做即个调的褒语啊，伊听到一个笑话，当笑眯眯嘛。对。啊，所以我拄仔记的咧，就是讲，伊听到声，对无？伊听到声嘛，就是诚做声是伊的受词嘛，伊听到啥物物件嘛，伊听到真生气，就咱徛伫边仔人看伊听到消息的时阵，伊显出真生气的表情，就迄真生气就是伊听到了的一个结果的褒语嘛，听到真生气嘛，伊听到真生气，伊听到对喙音，伊听到毋出字安尼，所以就是讲，马伟你三字拢共调呢？听到毋出字，听到对喙音，
对啊，听到笑咪咪嘛，这个爱变调啦。听到笑咪咪，安尼 OK 啊，听到笑咪咪，这个调到底是毋是第九调？有可能接近第九条，因为就是对啊，是毋是鹿港有第九调？伊个泉州腔诶。鹿港是第九条无毋对啊，只是也是迄个做第六条，我无确定。伊第六、第九拢有啦，其实第六、第九拢有。还是准着第六佫较袂晓讲。就是啥物鹿港人讲话无相共啊你，我学袂出来，我学袂出来迄个鹿港诶第六条。电伤久，恁佫继续讨论。好，无问题。吼，讲即首诶时阵啊，应讲着，你讲迄邦桥姑娘吼，对。伊若是咱即样写，应该写一个福字旁，是一个红。对，即字照你讲，若要照字，他是读板桥啦，因为伊即个板桥其实是迄个台北市有叫做三板桥，有一个三板桥的地号名，伊就是讲啥物有一个所在，伊有厝三块房啊，啊要过迄个溪，还是讲过迄条沟，所以叫做三板桥。啊，尾啊，迄个数字全无去，就变板桥。啊，毋过板就是即摆看到即个板，啊，毋过邦桥迄个邦桥，我袂记地号名的来源是啥。啊，总是迄个邦桥就是邦寮迄个邦啊，对无？屏东有一个邦寮地号名是迄个邦嘛，音是迄个音嘛。啊，毋过是毋是日本人来了，甲迄个邦字改做即摆即个板字，这我无确定，我袂记啦。所以即摆就变成讲。当头尾有一寡地号名，就是论真讲，迄个音甲汉字是无遐对的。也毋过就讲嘛，歌册时代是敢若扣音，无爱管意思。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就敢若扣迄个意思，无咧管迄字的音嘛呢，混同嘛。目前我所知是啊，所以即两种拄啊相对强。我讲的相对强就是。一个扣音无关字，啊，一个是扣字的意思无关音嘛呢啊。目前是这个状况啊。好，感谢啊。好，毋知俊迪还是其他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小给老师，你的麦克敢有你的背景敢有啥物声音会看吧？哦，有咧叽叽叫安尼。这才是秀子老师的声音有一种的。好，毋知很久时咱。我无关着啥，歹势，我来看卖。好。无声呢。对啊。因为我对啊可能溜去还是安怎？好，来，我对啊可能无小心去试着啥物货啊呢？好，毋知大家另一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好，迄个反正地号名是算不哩啊复杂的啦，所以当然邦桥较晏迄个土城遐，我知有一个啥物，伊写的字我嘛敢若遐读，迄个汉字音我毋知因原底是啥物货，摆接宝啊啥物货，我无确定。啊，当然就敢若双林堡路就有一个啥物兴宝遐，啥物货我袂记起。伊遐有当日本时代的名，无去研究迄就无一定知影。有这个状况，所以这嘛是讲开玩笑，搁有淡薄仔悲哀，就是迄就是中国国民党无要咱台湾人知影的代志，啊，就甲武哦，大家拢武，大家讲安尼啊，对，毋知历史才好开落啊，好甲你怪啊是安怎吧？所以有一个就是讲爱知影家己的名嘛，迄个啥，日本戏村嘛，对吧？爱知影家己的名嘛，啊，搁来是讲爱知影家己原底迄个语言嘛，才找会着转去的路嘛。当然，即个转去的路有一个啥，有一个是字面的意思，一个是延伸出来意思，可能是安尼。好，毋知咱大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这篇文章应该嘛，安怎讲？伊就是差不多是吼，中学生吼，读念的迄个词安尼啊。当然，王秀老师这本咱来读的册80篇，可能就是有诶，小学生还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来读的真差嘛。啊，总是对咱来讲，就是嘛会使去学着伊一寡用字，或者是伊写作的技巧。头顶一篇啊，倒一篇有一个，迄个啥，写出五个原因嘛。啊，迄就是咱伫写作的时阵，你就是要有一寡理路，要有一寡迄个啥铺排嘛。大概是安尼。好，这篇数字啊个囡仔歌，然后洪秀老师嘛是甲找10个字词出来迄种诶，度解安尼。有无？有朋友要按头到尾读一摆，应该3分钟读完，还是要来进入后一篇？有一字是雕啦，雕这字就是台语会讲迄个啥，爱去牵架就对啊。啊，当然迄个雕字，以即摆来讲，敢若袂少人干晓拍尔。袂使拍袂使卖的时阵，伊就袂晓教，所以这嘛，我毋知即种教育物件无遐尼简单。好，安尼，咱来读后一篇。后一篇真2、3算4段，伊第一段算一句尔。安尼可能我着读第一段，然后正点Sunny秀子老师若要读。安尼，咱来读咯。邦桥查某孙真去，当然，这个字我咧猜想应该是伊会读邦桥吧。啊那，请讲，秀老师，请讲。我去崩掉，歹势。好，无问题。好，来，安尼，咱就来读个这两段是读落去。第66篇，邦桥查某孙真去。邦桥有无纯情的古早歌，嘛有纯情的现代歌。古早歌邦桥查某，靠下的人拢会晓唱，上无嘛捌听过。火车就吱吱叫，5点10分就到邦桥。邦桥的查某一水阁笑，紧来去卖某，就来互伊招，互伊招，来互伊招。这条歌常常互查甫相争，相口水。拢是查某的心抗议，碰路底行，无代无志，路里看到水姑娘仔，就看要某囝人饲，真正是良心服教步，死无天良的查甫，食人教，全无带念某的顾翁顾囝，款前款后，顾大家，无顾后头。好，来，顺着你读。上去。毋是干那查某的咧抗议，查甫的听了嘛真厌气。查甫人的民主写无去，即个做好车的，如果无情无义，无义阁无志气，男子汉大丈夫变做足细汉的土豆夫，甲某离言。换银票无打紧，煞要去互人招，做公仔的利是，敢无保守？好，3年你拄则迄我是读无打紧啦，伊迄3年我是自细就听着讲无打紧啦，无少无打紧，佮甲我累钱，无啦，无请我食饭无打紧吼。无 A 无打击，佮安怎？佮一个较凶，还是佮较深入的动作安尼？一条只古水小看结骨话结骨
滚身球的流行歌，想袂到会互查甫相怨相骂，喙唇皮拼输赢。你若因为安尼讲，伊是无好的歌，都毋对啊。迄个时代，查甫人无地位，无像现代的查甫人讲话较大声，互人放撒，体会会定着有听过。这条歌应该是唱心实的。这个查甫人嘛是看有食无，干那演。唱歌来消头物质尔，厝里有煮饭的，有擦病，有牵的，毋敢啦，算来，伊还是一个纯情的查甫囝。你个咱一家，你的查甫囝，我查某分，你甲迄个啥，我想想，即句我听迄个，就是。瑞卡哦，毋是有一个戏出的，什么啥坑势三姊妹，迄个做张琴家晓，张琴家严谨的谨，迄个琴啊，擎天宫的琴啊，伊就讲伊硬背嘛，所以伊咧唱伊做大姐迄个角色嘛，啊，所以就是伊查甫甲查某就是分袂清楚，我就怀疑讲伊。敢是迄首歌，伊超工要甲做一个阴阳合体，做查某歌安尼，结果就讲哦无，伊袂晓台语，伊是硬背起来，所以变成讲查甫甲查某伊甲即字的调斗去，即调的第几声斗去另外一字嘛，查某甲查甫是第一调啊，查某是第二调，伊甲伊读做。查某还是查甫，所以就是变成地哥倒菜的啊！我就讲啊，安尼到底是，敢是伊敢是想要讲，迄是一个迄个啥阴阳合体安尼？结果就讲毋是，伊是台语，伊是袂晓讲台语，无咧讲台语的是硬背的，所以硬背的变成讲，就是无小心甲抓去迄种的。叫你嘛来啊，安尼。秀老师你要读无？最后一段312啊，最后一句，但等于是嘛最后一段，迄段上大段啊。312啊，312啊。最后一段迄段嘿。讲到纯情，敢一定是纯爱情。现代歌星萧煌奇唱一条邦桥纯情曲，而且讲连板桥啦，板桥的风啊，继续吹过咱细汉对面一片初恋地。一条红粉的，可能秀子老师你的麦克是倒耳机，迄个麦克咧扣着什么物件来款，我咧摇，我无确定。我无倒耳机，嘛无咧行路。啊，用手机啊？有一个。手机哦，我用手机啊。哦，有一个背景声，敢是扣着物件，是啥物货啊？我逐早阮兜可能扣着，好像无啦。邦桥的风继续吹过咱细汉对面一片初恋地。一条黄昏的宽和地，有咱轻声的对话，有咱青春的表白。伊的歌声本地就巴甜，有元气，好听，阁有生命。若听到这条歌，保证查甫查某无人会冤家，拢嘛做伙学内底的青春男女，轻声细细，亲像板桥的风伫遐吹。做伙听板桥，应该板桥在地人唱出对故乡的依恋，甲对早前生活的少年，爱豆互玉玲结尾无？我玉玲要调了，因为这段是不了大段啦，还是连米玉玲自头读到尾，安心自在。秀老师读完好啊。秀老师读完好啊，我拄转来。查某的听了。无感动，则奇，查甫的听了嘛会学落唱歌的歌声。萧煌奇无因为家己目睭失明说失字，连到用伊的才情拍拼赚到
拍拼赚到的金钱，名声为共款青梅的人开一间按一个赞的店，互人客掠人，互食的目睭识光明的人，生活前途有瓦靠。本桥处处有深情，有古水活条爱情，嘛有对艰苦人的牵绳。好，感谢。我咧想，我是无去听伊的音档啦，伊应该是读邦桥咧。随便讲，邦桥啦，应该是邦桥，因为邦桥第号名是拢读邦桥即个音啦。啊，当然你要照字读，就敢若你看到艋舺迄两字，外地人伊可能是会去分别，伊即马到底是读写中华迄个华1万2万的万迄两字，吼，或者是伊看到那船啊迄两字，也毋过我感觉，若知的人应该就拢是读艋舺，我管他伊安怎写，北斗即两字嘛相款啊，你管他伊安怎写，若总讲你知，就是拢家读北斗啊。啊，所以就敢若读，不管安怎写，拢读到宝斗啊，敢毋是安尼？人在地人就是宝斗啊，只是写出来字音，第一字写出来，你会感觉嚣气尔。啊，所以外地人就是变成讲，因为我无理解、无了解，我就怎啊就我看到汉字去读念。即马我咧摇邦桥即个音，可能嘛是即个现象嘛。所以目前咱对咱家己的地号名即种读念音。敢是要安怎讲？你用汉字写，在地人知影就在地去读念，啊，毋过外地咧，外地毋知影安怎读念的时阵，是毋靠罗马字家协助？随便讲罗马字一写出来，嘛是有一寡毋知是要挑工要来乱的，还是安怎？伊嘛讲啊，写个啥物字啊，谁看有啊？啊，无讲啊，迄个字就毋是读即个音吗？就敢若桃园地区有一个啥物？杨梅嘛，啊，迄个杨梅伊后壁就是，因是敢若写互客家人看，所以伊迄个路牌的形式敢若嘛无啥相款。听伊讲是因为，路牌有分中央层级的，甲地方层级的，啊，地方层级的就是地方的县市政府就挺好处理的，所以杨梅啊，伊就直接改写，杨梅落。就是迄个中立迄个立字，啊，毋过伊读的音就是改读LAG 吼，我记影是 LAG， 因迄是客家话嘛，就是讲迄个落的意思，敢若是伊就敢若中立即个音对台语人来讲是中立嘛，啊，毋过对客家人来讲，我会记敢是在读总落吼，我记影读总落，啊，所以落就是 LAG 嘛，爱讲迄个 LAG 就是敢若是类似敢若烂地还是啥物货。所以变成讲，咱外围的人毋知影，就敢若现主是单头单尾，可能9成以上的人看到汉字都嘛读对华语、读对中语音去嘛，吼。即马要帮伊正名，拢有当中会正甲袂是安尼，就是中国的中语、中文，吼，莫阁用华即字啊，莫欺骗社会啊，就是中语甲中文，所以看到汉字就拢要家读对中语去啊。即马这是差不多9成以上的人。伊的迄个啥，人脉甲学校的教育嘛，啊，毋过对咱知捌其他的本土语言的人，应该爱有无共的迄个啥，看法才对。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艾瑞卡伫卡敢要起来？好，安尼，玉玲有要读一个无？还是有啥物要分享啥？歹势，我敢若捡着回流尔，我头对入才转到厝。无问题，安心自在。嘿，我当然才拍开尔。我会使读一个好啦。好，来，安尼玉玲帮咱自头读到尾。啊，艾丽卡，你嘛安心自在，看要读无？你咪才家己决定。好，交你玉玲读。好，邦
邦桥有无纯情的古早歌，嘛有纯情的现代歌。古早歌，邦桥查某，较有岁人拢会晓唱，上无嘛捌听过。火车直吱吱叫，5:10就到邦桥。邦桥的查某水个跳，进来去爸母，来互伊招，来互伊招。这条歌常常互查某相争、相口舌，拢是查某的先抗议，碰到地命，无代无志，路里看到水姑娘仔，就话要某囝嫁人饲，真正是良心互教报，死无天良的查甫，食人教，全无带念某的顾翁顾囝，款前款后，顾大家。有教无顾后头，莫生气，毋是敢若查某的咧抗，啥啦？莫生气，毋是敢若查某的咧抗议，查甫的听了嘛真厌气，查甫人的面子写无去，一个坐火车的猪哥无情无义无志气。男子汉大丈夫变做足细汉的土豆腐，到无离言换金票无当紧，煞要去互人招，做公仔的二世，敢无要笑？一条接果水小可结骨，滚酸笑的流行歌，想袂到会互查某烧冤家，烧冤烧妹。喙唇皮拼输赢，你若因为安尼讲伊是无好的歌，就毋对啊啦！迄个时代查某人无地位，无亲像现代查某人讲话较大声，互人放煞，退会会定着有听过。这条歌应该是唱成色的，这个查甫人嘛是看有食无干人言。唱歌来小偷屈准尔，厝里有煮饭的，有擦白，有牵的，毋敢啦。伊要求一个纯情的查甫囝。讲到纯情，敢一定是纯爱情？现代歌星萧煌奇唱一条《邦桥纯情曲》，邦桥的风。那就是跳过，跳过。邦桥的风啊，继续吹过咱细汉对面一片粗乱地，吹过咱细汉对面一片粗乱地。一条黄昏的宽河路，有咱轻声的对话，有咱青春的表白。伊的歌声本地就把甜有元气。好听，阁有生命。若听到这条歌，无种查甫查某，无人会冤家，拢嘛做伙学内底的青春男女，轻声细细，亲像邦桥的风微微啊吹，做伙听邦桥在地人唱出对故乡的依恋，甲对早前生活的少年。查某的听了无感动才奇，查甫的听了嘛会学了唱歌的歌星。萧煌奇无因为家己目睭失明煞失志，连到用伊的才情拍拼赚着的金钱名声，为同款青梅的人开一间按一个赞的店，甲人客掠零。互这个目睭失光明的人，生活前途有挂靠。邦桥处处有纯情，有古水活跳的爱情，嘛有对艰苦人的安心。好，感谢玉玲。所以我伫可能苏当时王秀老师在写这首歌，这篇文章的时阵，是不是？迄个我伫迄个啥，就讲啥物？迄首歌你去找，应该 YouTube 顶悬有啦。啊，当然，这种结骨话、结骨歌，
是不了济啦，真正我会感觉就是大部分拢是咧消透心情的啊，你也无才调真正安怎啊，对无？啊，甚至你若去 YouTube 找，佫有再找到盐埕区长嘛，只是咧过完期就感觉袂爽，就是讲，啊，迄查某人伫酒店内底，就是讲出来消遣的，太有人直接真正甲伊录出来做唱片安尼，伊当去甲告嘛，啊，所以这有当阵啊。就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嘛，啊，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一寡人安怎讲，自我心渣，还是淡仔假鬼假怪，我毋知。啊，总是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会有一寡赞嘛，你大部分拢会有家己一条线，讲啊，我啥物时阵会使讲啥物话，还是讲啥物话较无适合伫啥物所在讲。当然，你真正要淡仔咧。无应该讲，你踮仔讲，边仔人啊，无一定会随甲你碰，还是安怎啦？结果是你心肝底讲，我一箍是安怎样安尼？是读甲笑倒去，还是啥？啊，总是有当阵啊，若讲一寡较特殊的，咩安讲，当做吉头壳安尼尔，我感觉是无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拄只，我毋知迄阵有人听到袂？小早说咧讲到每着即个动作嘛，就讲着即字，到无有收背意思嘛。啊，即背意思目前看起来就是讲是正做褒义，还是后壁要做受事的嘛，对无？想着真怨叹，还是看着真水？还是啥物？看着想到真怨叹，对，迄是无共款的意思嘛？还是讲迄个，就讲变调时阵是因为伊后壁是啥物货来决定伊要安怎变调嘛？因为台语是个变调语言嘛，主要应该是遮个警察啦。啊，当然前一阵啊，敢若反正我嘛有看到人去找歌册啊个婚林的迄个颁布地戏的吴文铁、吴俊勇因伫咧颁布地所使用一寡文本，伊去讨论美着、美了、美过即三个，对无？就是过去过来迄个过嘛，啊了就是看了安怎，了啊看着水水安尼，即三个字其实会有一寡争差嘛，啊这嘛是因为。中文内底有诶，抑毋过中文内底用到遮诶时阵，含台语诶意思无一定共款，甚至有不了大诶争差。啊，伊这是算不了复杂啦。所以有当阵啊，拄着诶时阵，我感觉目前教典应该会使互咱一寡参考，伊所修诶遮意思，就敢若着即个字共款嘛。当然，读白音迄另外意思，迄不管，反正就是敢若讲 TIOH 第八条即字，伊咧用的时阵，伊就是有背意思嘛。啊，咱大部分去拄着是，正做我讲嘛，每着即个状况嘛，伊当然嘛有啥物褒义啦、助词啦，迄大概拢较毋是咱会晓记，还是讲咱会忽毋着的所在安尼啊。动词褒义啊，即种的嘛，对啊，类似安尼啦。可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你卡你有想要读无？你若方便，安心自在。要读倒一段？看你有要自头读到尾无？迄个我读邦桥查某孙真客，还是你家己决定？我要读长读短，读这读这。邦桥有纯情的古早歌，嘛有纯情的现代歌。古早歌，邦桥查某，较有岁人拢会晓唱，上无嘛捌听过。火车就叽叽叫，5点10分就到邦桥。邦桥的查某是水阁笑，今来起爸母，就来互伊招啊，来互伊招。这条歌常常互查某相见，相口水。我是查某的声控语。
碰到地名，无代无志，落里看着水姑娘啊，都喊要某囝嫁人饲，真正是良心互教婆，死无天良的查甫，食人教教，全无概念。某会顾翁顾囝，款前款后，顾大家无顾后头。莫受气，莫受气，毋是干那查某的咧抗议，查甫的听了嘛真厌气。查甫人的面子写无去，即个坐火车的猪哥无情无义无志气，男子汉大丈夫变做足细汉的土豆腐，甲某二言换银票无大紧，煞要去互人招，做工仔的利性敢无要笑？一条足古锥小可结骨，阮选唱的流行歌，想要到会互查甫查某相怨相骂。喙唇皮拼输赢，你若因为安尼甲伊是无好诶，咁你若是因为安尼讲伊是无好诶歌，就毋对啊啦。迄个时代，查某人无地位，无像现代查某人讲话较大声，互人放杀退货，定着有听过。这条歌应该是唱心色诶，这个查甫人嘛毋是看有食无敢答应。唱歌来潲口屈准尔，厝里的有煮饭的，有擦白，有牵的，毋敢啦。算来伊又是一个纯情的查甫囝。讲到纯情，咁一定是纯爱情。现代歌星萧煌奇唱一条《枫桥纯情曲》，这里要安怎读哈？有人读曲，有人读曲啦，这里有两个音。曲好，枫桥的风啊，继续吹，吹过咱细汉对面迄片粗兰地，一条黄昏的宽好路，有咱轻声的对话，有咱青春的表白。伊的歌声本底就巴甜，有元气，有听，好听，阁有生命。若听到这条歌，保证查甫查某无人会冤家，拢嘛做伙学内底的青春男女轻声细细，亲像枫桥的风，微微啊吹。做伙听枫桥在地人唱出对故乡的依恋，甲对早前生活的少年。查某的听了无感动才奇，查甫的听了嘛会懊恼唱歌的歌星。萧煌奇无因为家己目睭青眉失明煞失智，颠倒用伊的才情打拼赚到的金钱名声，为同款青眉的人开一间暗集。这个地方是要讲国语，对不对？印象乡音好，所以读华语、读中语。哦，好，按一个赞。会店甲人摕掠零，互遮个目睭识光明的人，生活前途有倚靠。枫桥处处有纯情，有古水活跳的爱情，嘛有对艰苦人的虔诚。好，感谢，果然是有经过朗读训练的人。当然有一寡假字，我会感觉就是安怎讲，我就讲，咱若读起来。够袂少华语的时阵，有一寡字就叫华语牵去。我就讲，王小，倒位啊！我讲一个，拜托诶。可比讲，我看，看有正无干那言，因为人毋是拢讲干，这里毋是打啊。干那言，这个干那言，有人是读 KANNA， 有人是读 KANTA。是草尾打的字无毋对，我就讲这字有人是读干呐 KANNA， 有人是读 K 干搭 KANTA。阮阿母是土行的，伊念干搭嘅。有可能，因为那甲土迄拢是算字尖音嘛，所以字尖音就会淡仔，算说来说去走来走去，我就讲嘛，就敢若迄个啥贼啊。你日常讲话，你袂讲贼啊，你绝对讲贼啊的啊，对无？白啊，你嘛袂讲白啊，你绝对讲白啊。明明后壁是啊。但是讲拢讲白啊。哪白啊？迄是原底是哪白啊？实际上写出来的是哪白啊？你讲话绝对袂干那白啊，你袂安尼讲啦，因为你讲话一定讲足紧的，所以白是 PUAT。后壁是是无声母嘛，
所以 PUAT 的 T 的结尾是入声，因为入声，台语的入声字就是会有迄个喙的形，袂有迄个声音。HPTK 有 H， 然后完全拍开 ，T 是喙齿尖放咧喙齿后壁，要毋过你后壁佮倒字的时阵，迄个喙齿要收的时候，伊就怎弹出一个 L 的音。所以擦啊一定讲擦啊的，拔啊一定讲拔啊的 ，L 就走出来。所以干啊干哒，因为即种字词，因讲这算啥虚词吼？敢会成为虚词，就会即种音会走会变。啊，我拄仔要讲的其实是看有食无，干那言，即个言伊头前有个的音，啊，因为伊的中语是无声母的，对无？引头啊。隐隐作痛啊，迄是无声母的嘛，所以中语一寡无声母的，伫台语是有声母的，啊，就有袂少人，因为中语讲伤侪啊，伊就会甲中语迄个无声母，就怎拖来台语遮嘛全无声母去，啊，尤其即个歌，佫毋是好发音的，拄则敢若我袂记想啊，嘛有一日是歌的声母的时阵，因为读一个紧啊是安怎？就无去啊，就去用砍去啊，啊，所以我就讲目前咱若头壳内还袂互台语比中语较济，安尼你就会继续互中语砍去。就讲嘛，温玉桥伊未满30岁，伊头壳内我咧想，以声音来讲，若准讲伊看过文字范式100，要毋过我感觉嘛无，因为毕竟。伊考过心理师，啊，读研究所，伊读个中文册翻译，是伊台文册的5倍、10倍，啊，声音佫较免讲，一定拢华语、中语较济啊。伊的台语可能就是敢若厝里的人咧讲话，遐个声音尔尔。虽讲讲日常讲话，迄23个声有无是拢有无毋对，要毋过迄个歌的音就是较少，你较少就较罕咧听到，你佫无食讲的时阵，你就豆豆流失去啊，甚至到呾佫有人淡仔咧记。啊！我从小都说哇，都没有人跟我讲说错的啊！我以为，平常人家开讲毋是咧上课啊，而且你也无好学费啊，就总讲你厝里的人，我就听你咧讲啥就好啊。我要食饭，我要食饭，啊！我知影你讲你是我要食饭，我当然就甲你讲是我，毋是我，对无？所以有当阵啊，即马就是变成讲，伊个廖准讲无人甲伊讲，爱就是正确的，这是嘛是。台语会渐渐流失的其中一个真悲惨的原因啦。啊，过来就是讲，王秀荣老师，像我咧讲，对咱会晓讲台语的人，即种轻读拢无咧处理，要毋过咱自然就知嘛，对无？迄个对只 Erica 咧读的时阵，对无？假算第一段、第一段即大家全部带念某的。对无？即个某你绝对袂读某的，一定是某的嘛，因为某才是重点嘛。过来尾啊，第二段算来，伊要是一个纯情的查甫囝嘛，咱袂讲算来啊。咱会晓讲台语的人，自然就讲算来。要毋过，我就讲，即种纯粹汉字的时阵啊，对后壁学习的人，伊就是三无。啊，到底当时要轻读，到底免轻，啥物时阵免轻读啊？真正目前，敢若。我无看，我无遐认真啦。啊，毋过，就讲我要讲的是，敢若无遐尼侪人去研究讲到底啥物状况轻读，啥物状况免轻读安尼。啊，像听 always 即字总是安怎？对我来讲，我大部分都读轻读。啊，当然有当中啊一寡语境是免轻读啊，总是爱安怎啊？总是爱行啊，总是爱背啊，总是爱安怎啊？对无？你拄着高题，你总是爱去解决啊。我嘛是读总是。就讲大部分读总是啊，啊毋过你尤其用汉字的时阵，你就看袂到写做罗马字的时阵爱用轻声去处理啊。所以至少即篇就是有某的，伊就轻读啊，算来嘛爱轻读啊，其他范式佫有即是我无去注意到，而且过来就是有一个所在较无遐好处理的是尾啊上尾段尾啊第4段，伊讲颠倒用伊的才情拍拼赚到的金钱。毋过有影读者伤紧，若是迄个瞬间毋知影意思要安怎理的时阵，就会读对拍拼赚着，对吧？这样我说讲袂出来，我要讲是啥？因为即篇内底就是骨了迄种美着的嘛，对无？看到水姑娘啊，
听到这条歌，赚到的金钱嘛，啊，赚到金钱，甲赚到的金钱是无共款的嘛？是讲无共款？应该是讲听到这条歌，看到水姑娘啊，因为即马遮拍拼赚到的金钱，迄个赚到是含头前的拍拼连做伙的，毋是赚到金钱。敢是安尼讲？颠倒用伊的才情拍拼赚到，毋是拍拼赚到，赚到夜色啊！敢有一首歌是啥物？赚到阴暗啥物会迄像像的歌曲啊？啥物？趁时机的趁今仔日安怎安怎？趁到今夜风啥物？我想有一首歌内底就是有即个趁到今夜啥物好？我想想袂起来。所以讲，我要讲的是，即世字就即阵你读的时阵，迄个瞬间你就会忽毋着去，还是讲走去。毋过你一念出来，你就知讲啊，毋是即个语境，你就随搁换另外一个变调法啦。我头拄是读拍拼赚到的金钱，你即摆是讲爱读做拍拼赚到的金钱，对无？颠倒用伊的才情拍拼赚到的金钱啊，对无？伊用伊的才情甲拍拼去赚到嘛。教育部真正读做艰难呢，但是咱凡间的面册的人拢读简单嘅。伊敢无受迄个叫做类似风音差？因为无，我头拄查教育部伊是读艰难的，但是伊的面册的人拢读简单的。因为即里确实也是臭火打的打无毋对，毋过就是我著讲，教育部是收简单嘅安尼 KANA 安尼。教育部是收简单的 NA。简单。我会记有几个音嘛，嘿啊。你甲点入去啊！你甲点入去，有三个，一个是干呐，吼。嘿，就是有鼻音甲无鼻音。嘿。所以你点入去，你若敢看外口，伊就敢收主音通尔尔。有诶字词，伊就是有念做啥，所以就是我著讲嘛，有 KANA、KANTA，吼TA 有诶人是会鼻音诶，所以鼻音无鼻音即个状况，其实进前咧讲诶时阵嘛，是有几个字就是毋知啥物原因，就怎有鼻音变无鼻音，还是无鼻音变有鼻音。我诶猜想就是你甲想看，迄个 T 甲 N 是字尖，毋过伊迄 N 阁是有一寡片仔遐个音，所以有几个字是伫咧写诶时阵啊，因为干性原则，伊就敢若会写 N 开头诶，毋过实际上伊是 L 开头诶，就是敢若倒一字啊，我想想袂开。举一个例，我袂记是毋是即字啊，就是讲 LIU。吼 ，LIUNN 流对无 ？LIU 流鼻音的时阵是 LIUNN 牛LIUNN 鼻音的时阵，甲 NIU 安尼读起来有啥物无共款的啊？所以 LIUNN 伊就怎直接写 NIU 牛，类似安尼的，我袂记倒一字就是安尼，所以有。迄个字的时阵，你若去看罗马字的时阵，你颠倒会晓去。奇怪，太本正 L 哪会变 N 啊呢？所以对咱来讲，甚至对我来讲嘛，是因为透过罗马字学习才知啊，原来有一寡字音是安怎，所以一直到呾遐个毋肯学的人，其实伊就是去受到中语的注音符号，甲中语即种独尊的态度去影响到伊来学习台语，尤其透过罗马字来学习台语的一个限制。这其实无一定是好的啦，因为就讲嘛，你若愈来愈习惯中语中文，安尼你终其尾就是敢若单语、单语。若准讲你愿意甲咱台语的本土语言至少学一个起来嘛，你若客语较方便，你就会学客语嘛。你也感觉原住民某一个语言，
感觉对你较有路用，就甲学起来嘛。啊，只是目前为止，对于咱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是台语嘛。你甲台语学到一个程度，你要搁去学别个语言的时阵，其实迄种有做啥？等于是有啥贴石帮吼，敢会使你讲垫脚石。我有捌一个，伊今年头一届去考教育部认证考试，一声就是死土啊！啊，当然可能是因为伊是医生，伊敢是蛮什么医生，我袂记得啊。啊，所以我那嘛真认真真拼。小儿科伫咧新店。我毋知呢，无我知。台中嘛一个。我知是伊伫北部遮，反正就是头届考教育部认证考试就考着 C2， 因为到目前为止，教育部的 C2 发出来证书无甲200张，凡是连150张都无。啊，伊就讲，伊其实有共时间伫咧学日语、越南话、法语，啊个客语嘛有诶款，所以变成讲，其实你若针对语言学习也是掌握一个程度的时阵，迄个理路，若伫你的头壳内拍通啊，其实去学其他语言拢，就准讲毋是倒顶年间遐尔简单，无你嘛已经会使真紧的掌握迄个原理原则嘛，甚至有当阵啊，咱若干那要日常对话，迄其实美语就已经有够啊啦，美语就有够啊啦，尤其可比讲咱迄一个外国人去遐佚佗游览的迄。你只不过是要问讲偌济钱会使算较俗的无？啊，迄个所在要安怎去？啊，我伫倒要安怎坐车？即种物件讲实在，也毋是啥物高深的学问，也是知识啊，就是甚至足侪人拢已经有足侪资料的嘛。啊，你若有法度学到一个语言，毋是硬背的，吼，讲啥物外劳，还是外籍的配偶要来到台湾背一下2000句咧，安尼伊的日常对话就拢无问题啊。啊，毋过你若有法度，用学习语言的迄个理路。当然，迄2000句你原仔嘛会晓，啊，毋过你着毋是靠硬背甲背起来。恁靠硬背，你着袂晓换嘛，袂晓换讲啊，我要甲迄个西瓜换做苹果，还是讲我要甲3斤葡萄换做4斤奶精，还是啥？迄你着换袂出来，你就我都硬背嘛。恁若倒几字爱换，尤其有一寡语言，有一寡足特殊的迄个虚字，啊，咱外国人还袂掌握着的时阵，你若学袂换，颠倒人会晓伊讲即种咧讲啥呢？虽讲母语人听有咱外国人咧讲啥，啊，毋过有可能因心肝底会笑笑。就讲咱听到外国人讲台语的时阵，你表面上嘛一定甲学到讲，哦，你台语讲有够好诶。啊，毋过心肝底嘛知影讲，啊，着外国人讲台语啊，哪有啥物好讲诶？伊若凊彩学，着甲你平啊厉害啊，到底是你伤肉骹还是伤厉害啊？一般袂安尼嘛。所以我要讲的是，咱即个语言伊过去因为无机会通去学习，啊，毋过对咱来读王秀老师这个文章，我感觉对咱的考试，若准我要考试的人啊，其实嘛是真好的帮助啦。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感觉一直课读得袂歹。来，准的请讲。我补充咧吼，一个人的腔口吼是真复杂。吼，譬如讲吼，咱头拄仔吼，我的语感拢，我拢讲简单言。吼，但是，你若两字我会较，阮是读干啦。哦。嘿，敢若即3个词，阮会较简单言。哦。嘿，啊，过来，迄言吼，有歌的音哦。对，有歌的音嘛，嘿啊。听到厌气的言吼。嘿啊，头前厌气是无声母啊，对无？有你会当读简单言，有歌的音嘛，对啊。介音的安尼会使啦。对啊。啊，过来吼，头拄仔咱咧讲，从啊尾段算来第四抓嘛吼，伊讲灾情，我讲袂当理解讲灾情拍拼，啊，搁后壁再个另外要搁讲，啊是讲你头讲灾情拍拼，用伊个灾情拍拼，灾情甲拍拼，啊，这个赚到的嘛是会使，就讲用伊个灾情含拍拼赚到的金钱名声嘛，就讲赚到是即句的动词嘛。啊，过来就是讲用伊个灾情，然后有灾情，你嘛是爱拍拼才趁有钱啊，对无？所以用伊个灾情，
拍拼赚到的金钱甲名声啊。所以伫即搭遮，即两种变调法，其实认真讲起来是拢会使成立啦。啊，当然你读念迄个瞬间，你的语感是啥？你的语感是啥？安尼，就讲你要甲财前当做头前的迄个算主要咧论述的嘛。啊，后壁是讲拍拼爱做嘛，等到用的财前拍拼赚到的金钱，等到用的财前拍拼赚到的金钱名声。歹势我无去听王秀老师的读念安怎读了，因为作者家己读念强在就是会准的，无第二句话。啊，只是有当中就是作者写完了后，伊就无通喊苦啊嘛。啊，毋过伊敢若有读念，咱可能就是8、9成的上好是照伊读念的做准嘛。啊，当然就讲有一寡话句，有一寡语句，确实是会使两种以上的理解的时阵，安尼可能就真正看个人的迄个啥感受，还是你的语感嘛，可能是安尼。好，感谢准就甲咱分享。怎讲？我分享讲我头拄啊的迄个过程吼。对啦，你就是讲着我啦。我头一个开始听，因为我拄开始看吼，头一个看安尼吼，我嘛不记我哪通过，我感觉就是怪怪。我我听恁咧讨论了，我思考一下，我搁认真要甲伊看一遍吼。运动是因为一种上顿号啦。顿号就是包括有这个，搁有迄个嘛，敢是安尼？我理解是。顿号就是并列的意思嘛。对嘛，所以咧并列的回应拢就是有end的迄种的感觉嘛，是毋是安尼？所以是毋是啦？安尼用安尼解说无？那安尼若讲安尼，我的思考模式是正确的。安尼照你讲，因为伊是最主要伊即句吼，伊的写法是两个并列，你看。颠倒用伊的财前，毋是干那财前尔，啊，搁有拍拼，所以我头拄仔有一直咧思考，你头拄仔咧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咧思考这个问题。伊安尼读起来敢若都有下伊的理路，我则想讲要请看啥物人有伊的迄个小王老师伊每一个文章顶悬拢有一个 QR code 啊，你甲伊有读，嘿啊，一定家己读啊。看啥物人别人听，因为啦，安尼照安尼讲的理路来讲，颠倒用伊的财前拍拼赚到的金钱名声，伊拢是金钱名声对应财前拍拼，对啊，啊赚到是迄种的嘛。就是你讲的，就是伊的动词啊，赚到什么货，用什么物件，甲什么物件，赚到什么货，甲什么货。对。简单讲啊，我你看土象是安尼，所以因为头一届读的时候，我就是看伊读字嘛，所以颠倒用伊的财前拍拼读着伊，对咧，搁来读了我就感觉，家己就感觉怪怪，系啊，所以你头咧讨论的时候，我感觉对，你就是讲着我，就是我啦。我袂记住啦，因为咱就是咧听的时阵，因为就是讲着我啦，因为我是安尼做，安尼一字看一字读一字嘛，因为无看过，所以头一届看了看一字读一字，啊，所以读了，我你头咧讨论的时候，我搁甲规句搁甲看一遍安尼，我感觉运动就是伊的顿号就是还袂煞嘛，啊搁有啊，对无？对。这搁有迄嘛是，伊是并列的啦，对啊。对，若讲我迄个思考的理路还是若是正确啦，安尼就是运动就是爱安尼才对啦，因为伊头前的一个顿号，这个一个顿号。哇！伊一句话，但是伊有两个啊，有财前拍拼嘛，金钱名声嘛，伊毋是干那趁着金钱名，伊佫有趁着名声啊。是啊。所以加伊的名嘛，对啊。对，所以我感觉是爱财前拍拼，运动是安尼个正确。看嘛有，可能各位有人有伊文本的，伊听看伊安怎念的。对，好，以上。好，感谢各位甲咱分享。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讲拄啊，伫上头前，我袂记代志啊，就是讲秀子老师提起的迄个尾调的即个，啊，所以尾调就是你去看到底伊的调是安怎讲。伫即搭遮，我就讲伊至少现主是就看到3个嘛，看到水姑娘啊，听到即条歌，赚到的金钱嘛，啊，当然
弹到的金字，甲听到这条歌，看到水姑娘，这三个敢若有淡薄仔情差，啊，总是迄就是美调的故事嘛。啊，伫即搭遮讨论就是财情甲拍拼并列的，金钱甲名声并列的，所以弹到等于是迄个真做啥，真做即句的动词嘛。啊，所以有当对我来讲嘛，是迄个瞬间会丢倒去啊，是安怎？嘛有可能怎理解是较差。啊，所以我就讲，第一读王秀老师这个文章，真正就是，若准讲尤其啥，伊敢若年底拢有迄个全国赛嘛，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去试过？我是也毋捌啊，吼，就讲伊敢若是即阵，反正是敢若歇落来的时阵，各县市会去选拔选手嘛，对无？就是去报名，啊，你有找选手嘛，各县市嘛，然后才一层一层去哩，然后12月才有通去参加全国赛迄个部分嘛。啊，甚至若7月去考试的人，有迄个朗读，尤其是美国的吧，我觉得朗读的部分，一直到当我其实对即种朗读的内容，当初可能家己也无够拍拼，迄个无够拍拼，其中就是讲，可比讲头今仔讨论即个。可能还是去看迄个美调遮个词，拢甲考出来，就是讲到底要安怎读念。因着你迄个瞬间，你读毋着随改，可能是会使，啊，毋过，你就是哦，听的人，OK， 一个无遐尼熟安尼，无遐尼熟安尼。哦，啊，当然，咱加读歌，之前听我教授嘛咧讲，就讲加听加读歌，啊，毋过我就讲迄个啥，进前准伫咧讲的嘛。这对后壁要学的人真正无度掠啊！这我嘛无答案啦，所以迄个邵老师请讲嘿。甲玉萍甲在评讲，我就主要甲扫 QR code， 伊读的是拍拼赚到的金钱名声。拍拼，所以就是财情拍拼嘛，对无？用伊的财情拍拼嘛。财情拍拼赚到，但是。问题是拍拼赚到，对，应该是财情拍拼，所以就是迄个顿号，就是缘道的意思嘛，对啊。那安尼，咱的理解，咱的结论就正确啦。感谢秀子老师。好，感谢啊。所以进前就讲，伊这个符号是拢总有意义的嘛，所以安尼讲就是顿号成为并列，啊，只讲顿号会使停顿的时间，可比讲，当然，迄毋是一个标准。我讲什么0.1秒、0.3秒这种物件嘛。句号当然是停较久嘛。啊，换段的时阵停者，可比讲换段可能停1秒还是偌久吧。因目前为止，不管是金平还是佫有啥物版本，反正就是这个朗读稿啊，因不了侪出版社还是有出这个册的单位，至少我知着金平空闲的款吧，就讲因会针对因会去用到这个朗读稿，有请老师去读念嘛。啊，读念因就是袂像咱，可比我有咱讲的拢讲就紧的，因就是慢慢读，慢慢读。啊，该停该安怎的就去变嘛。啊，所以我就讲，这个符号其实拢有意义的啊。啊，只是有当初啊，你讲的时阵，我发觉，像反正是会袂去注意到伊的符号啦。这其实。平常时讲话无啥要紧，啊，毋过若准讲看文章咧读的时阵，其实是爱小注意一安尼啦。好，毋知台顶嘅朋友。啊，你佫一个问题哦，请讲。请讲。你来看哦，头拄仔是你讲迄个顿号，啊，就是 A and B 对。我若是我写，我要讲 A and B and C 啊，伊后边嘛是个顿号啊，敢袂使？会使，就讲你要用字。也是用顿号，有的人是 A 顿号 B and C， 啊有的人是 A and B 顿号 C， 啊这两种有啥物真差？歹势我掠无呢，因为我刚知讲有的人惯势用 A 顿号 B and C， 啊有的人是惯势。我毋是要讲安尼。哦，安尼我讲是啥？财情 A 拍拼赚到的金钱 B 名声 C。哦，你是安尼分的，你是财情、金钱甲名声。我毋是安尼分，我是讲，若照字面来看，嘿，你要甲财情甲拍拼 A 个 A and B，后壁是另外，也是讲财情 A 拍拼着
赚的金，拍拼赚着的金钱比名声死，对，是会当啊。是里面来看，拢会当。是。作者到底是要安怎讲？迄是咱就要摇啊。对。啊，只是讲对遮小老师去听出来，就是听起来看起来就是讲，颠倒用伊的才情拍拼，赚到的金钱名声，听起来看起来，王秀老师是安尼读的，你知哦？所以，当然我知影俊弟你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你甲才情、金钱、名声，诚做并列的啦。啊，只是讲迄个金钱是伊拍拼赚到的钱啊，毋是天顶落来啊，毋是做工啊使啊，是家己去拍拼的啊，对吧？啊，才情是伊天生的啊，啊，然后名声当然是伊嘛有去拼，是伊沿路行到即个时间点所累积的嘛。啊，当然，顺着这个讲法，我知影，我有，至少我感觉我有去 catch 到，我有掠到讲，哦，你想要表达的是啥？对，应该是安尼无毋对吧？就讲才情，然后拍拼赚到金钱、名声，这三项嘛，用这三项去为共款青梅的人开一间按一个赞的迄种的嘛，应该是安尼吧？对吧？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好，安尼差不多，吼。今仔是毋较济人，我无确定，我就讲，阮这是特别时间，毋是到咱记者点做伙来遮读啦，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主要咧读的即个王秀老师的第2本册，咱来读读，就暂时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了，啊，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有看到一个吕杰老师哦，真的，感谢你来甲阮收听，吼。系啊，我嘛是感觉就开心呢。欢喜吼 ，OK， 好，安尼，咱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再会。安安。